干爹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听人讲，咱是掠着火金菇，下完地是现哦。有影？安尼你就紧下一个愿啊。好啊。好未？好啊。你要下我？我嘛用的哦。会用啊。较紧的咧。好啊。好啊。你下啥物话？你先甲我讲啊。那你先讲啊。是你先下愿的呢。哦，对吼。我下的愿吼，已经是甲你同款啦。你到底下啥物愿啦？好，我甲你讲。我希望阮阿爹甲阮阿娘，咱会当身体健康，安尼。还阁有别的无？无啊，都安尼尔。小青，我都足欢喜，今晚哪生气？小青。老王，哎呀，看到那些来了，不要吵了，哎呦。哎呀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哎呦，不，哎呦，你这个臭皮匠，臭大毛衣，那你干啥？你都走了，那我还疯了！哎呀，走了！你啥了？我话你透早都就伫阮保安门口个，你是敢拍掉水啊？哈！不对，以后就昏啊！以后你去死啦！我偷才食饱尔咧，我看到你叫要吐出来，我以后你袂晓我成了啦！你赶我走！赶跑！当哦，好，我自家你两个哦，今日就放了啦，我到波啦！我真惨啊！哎呦呀！这个臭皮匠，你都给我困在大门头啊！不懂。来个跑！呀！哎！我这个臭皮匠够搞笑嘛啊！你去看他看一下，讲啊！慢点。来呀，喂！报的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七早八早他们才嘿嘿叫的。老爷，这个臭皮匠透早就来咱门口就奔啦，规身躯太过热了，臭光光，到赶袂走，唔知要用几啊个喊。报的，我平常时也是安尼甲恁交代，咱部下一定是好善乐施。伊虽然是太过热了，咱更加要同情伊，咱会用叶军人讲的。就是安尼讲咩？紧去烹一个菜饭给我食，顺便摕我银两互伊医病。也是。哎呦啊！再去讲。是啊。你讲啥？你叫我老爷子，你想来讲啥？我来饲啦。对啊，看掉，看掉。报的啦，你碰到清水甲摕药来。是。哎呀。痛了，痛了。安尼有较好无？有缘。还有唱。有缘，会出战小弟哦。夫人啊，这个乞丐嘛真奇怪，一直讲语言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唔知咧。阿姑，你到底要带我去什么所在啦？阿姑啊，敢会害你啊？阿姑咧想讲过两工啊，你著要收电租啊。我咧烦恼讲你啊，以往油店厝啊，底还要出不来我。拄这外口花世界，你根本就无了解，袂输甲古井水鸡共款啦。起码阿姑就想要利用这个机会，想带你来见识，先带你来一个趣味的所在。
是啥物趣味的所在？煞毋知吼，有两个兄妹啊，开一间做盐春楼，甲这饺店啊，偌刺激咧，偌趣味咧咧。阿姑，迄敢好？迄哪唔好？迄人来看无败下啦，啊，对无？啊，无嘛，直接才讲，哦，盐春楼是种啥款，饺店是种啥款，对无？每日哦，一切代志，阿姑啊，互你靠，做你放心，行，来。多谢各位乡亲父老，今仔小弟明提达，甲我小妹红红，才开这个阳春啦。希望各位乡亲父老，以后会当多多来捧。今日呢，就由我来请，一切拢免费啊！来宾请。多谢。这位一定是保家老总管哦。哦，你也看过。老总管为人一向四海，小弟在日是不用担。那呢，这位一定就是保家少爷咯。无毋对，我是木地。今仔日大驾光临，这是阮的公宴。报公主，今仔日我亲手招待你。阿姑，我看咱进来转。对，你转，哈，就无咧闹开个诶，来就来，我转去。用笑讲咱唔捌见过世面啦。老总管你讲了无唔对。包公主，请你两位客气，来宾请。好，我招待两位人客。公主请，来对请。请尽量唔通客气啊。慢请。在下老亲，听讲你盐春楼今仔日烧酒流航海，在下是挑人来遮见识见识。欢迎欢迎。这位公主，你今仔日来遮就对啊啦。阮的烧酒哦，互你啉烫海，阮的高粱嘛是免费招待的哦。袂个啉。报公主，你是看我袂起是无？你再不爱啉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唔啉，我要甲你用惯的哦。啉，赞。公主，公主搁啉啦，啉啦。我对。那卡死来，要两杯啊，就醉啊！总管，安那？我甲你讲吼，你有想要去搁较刺激的所在无？也够较刺激的。嘿啊，我带你来去好无？没啊！当然嘛去啦，有两个水狗了陪我，上刀山落油顶，我嘛甲你去。惊，来去。慢慢来困嘞。来找较刺激的。可怜，枉费你有罗汉金替护身，将其尾也是逃袂过酒色两关。师妹，过来就看你咯。好，开啊，两位。我唔信邪，我对谁？总管啊，唔好啦，咱算算的就好啊，唔好博遮大啦。讲笑话，我上拢是保家总管的，哪会使闹气啊？办咩也无，现金足多，来，对谁？对了，开麦，开好，有啊，快点，人，谁？快，打，哦，个打，好，个打，来收，来收，你别唔信邪，总对谁？唔是讲你啊，大牌两大。总管，不然这个咱开麦，快，开啊！到了，哦，开始哦，这个，老总管，怎样？手气好无？哦，暂时手气无好，无要紧，咱先休困者，哦。不过爱请你先签一张照片。你若讲呢？啊，拄啊，袂讲个讲，演算的拢免费的，什么
佮开酒店。无唔对，若是烧酒啊，甲这姑娘是拢完全免费。不过这跋筊是银两在输赢，哪用个免费？奇怪，哎，两是走对。老总管，请。你真是安尼，就无要去医啊是？无要紧，这人在讲，跋筊本来就是有输有赢，唔惊输筊，惊无筊跋。啊，我遮咧，随时拢欢迎你过来遮发财啊！请。阿吉啊，到啊到啊，就是这间嘛，就是这间嘛。兄弟啦，兄弟啦，老姐，你哪会走来遮哈？莫管遮济，我有要紧，但是要甲你参详啦。你嘛是要甲我借钱尔？知着，妈定要甲我闹开啦。无咯，我无甲你闹开。等你头一届甲我参详，毋是要甲我借钱。好啦，拄啊，我今心情好，看在你甲我阿爸是换贴的面子上，无要紧。今日我钱借你。等下，免欢喜，我有条件的吼。什么条件？本金甲利息，明仔载送去阮兜，吼。明仔载。这安怎？这安怎？好，你无答应，无要紧，我嘛无勉强。阿吉啦，咱来去播。小蛋，莫爱甲我创治啦，兄弟啦，我拄好敢有讲无爱答应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借你啦，你讲偌济？500。吉啦，500。哦。正拄好啦，我今日拄好找500两银票出来。500，多谢。那这位一定是柯贝通柯公主啦。你哪会捌我？哎呀，迄伫咱本地有啥物人唔捌你柯贝通柯公主咧？我再讲，明准是本地的元老爷，柯公主请大家公认，真是阮严春楼无比的英雄。我柯贝通啊，是听讲咱严春楼。姑娘啊，真招运，煞哩周边阁真澎湃，我专工来捧场的呢。哦，是安尼啊。嘿哦，欢迎，请，进来。你哪来遮啦？你个表兄弟来，为什么我顶来？这位是，伊对。对。哎，我是啥物人爱你管呀？无阿弟啊，无人表兄嘞，你家己做代志啦。即马。已经倒来啦。等下，老姐，话讲懵讲吼，我印象中你有一个查某囝叫小青吼，啊是哪即马突然间佫加一个即个后生出来？啊，我知啊，姐啊，你佫真牛呢，你佫会伫外口走私哦。你这个乌白讲啥啦？但我敢耳孔有歹意哦，但伊明明就叫你阿爹着，无啊，我叫伊阿爹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哈？是，小爷，来，讲，你讲吧。你啦，来，你是要创啥？我无要创啥，我只是要证明一件代志尔。果然是一个查某。小心，关照。我无啊！你竟然讲对我无咧？唔敢，我柯贝通啊，从世代来唔敢无咧。小青啊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一看美如天仙，哈哈。你有耍无？袂歹哦。你要创啥？你莫乱来，你竟然讲对我无咧？无，我敢唔着爱对你客气死。喂，紧将我小王甲放开啊！我，安那？小姐，你是咧起笑了啦？
小青姑娘，有啥物代志，大家好好讲，何必大遮尔大火气？好我讲当然嘛会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来甲我讲，宝宝连伊即阵人去倒位嘿？这你唔讲，唔讲我对我讲。无连即摆伫房间仔内面，有真侪姑娘伫甲伺候。我头壳在疼。你哪伫遮？姐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你来讲这款话，敢讲你嘛是一个好情老实。你莫别讲我是啥物拢唔知影，你莫别讲。那我已经是你的人啊！你竟然讲出这款不负责任的话，好啦，无你来走啦，不如我来跟洗洗好啊！你千万唔通安尼，你莫安尼。你来遐聊见笑啊？小青，你莫误会，唔是你看到安尼，我无。你才足可爱你！我真想袂到，你竟然会做出这款的代志，我恨你啊！小青，宝公主，宝公主，你袂用你走的啦，让我。无然啊，无然啊，看你平常时安尼斯斯文文着，你既然过会点食三碗公半啊？无你莫误会，唔是恁看到的安尼，是不是安尼？误会，敢哪会咧哈？啊你我带出来是要见一下世面一个哈，啊加熟出一寡人，啊想袂到你真是爱甲处落去哦。阿姑，那连你也唔相信我咧。王公主，我是一直甲你看做你是正人君子，而且啊，我感觉你甲阮小妹非常的到位。想袂到你即摆值得猎捕着了，竟然讲出这种无负责任的话。真正唔是安尼，我规日搭到公车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根本就唔知影。你看啦，伊一点仔责任拢袂负啦，好啦，无我回去来洗洗好啦。你千万唔得，你莫安尼。上好，你向阮小妹一个交代，若无到时若是出了人命，恐惊恁婆家就会加欠不灵。这件代志啊，我可别当会当做证明。无然啦，查甫人嘛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家族你就爱家当啦，吼。搁再讲，人这位姑娘生作窈窕美丽，若要算来，你算艳福不浅呢？啊，嘿嘿。你这个畜生！高兄，阿爹啊！枉费咱布家三代好生老死，甲一代竟然出你这败坏门口不孝子，你实在是哦！好呀，老爷，讲一条啊，方一条，你起手当地啦。啊，这是叫你去受罪呢，唔是叫你去盐村后迄种所在呢。胡万贵，你讲这个话是啥物意思？虽然我甲阮小妹是咧开盐村啦，但是阮嘛是人呢。假使你若无要无连带阮小妹嘛无要紧，大家就准备来去衙门见面。哈，你安怎你来，我讲啊啦，人既然目头遐尔悬，看咱无去，我不如来去死我啦！你别安尼做，你别安尼做。表爷，你安尼是创啥啦？固定已经要你去到要昏倒啊！你可能是不是迄款小只后查某？老小姐，你要讲啥？本来就是，你本来就是后查某，但阮表爷也无介意啊！你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！
什么比屁的手段？我看，真正比屁的人是你。即马青米互恁煮做正饭啊，恁就无要承认啊是？那恁嘛好，我这时来去庄仔内，甲大家宣布，讲恁保家少爷专门欺负良家妇女。哎，小等咧。伤害，明明你是我阿伟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远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